湾甲美国合作的世界地奖上，美国西北喜洋中心的点重点伫好美布袋戏馆，展到明年3月12日。这摆展出100外件珍贵收藏品，来自世界5大洲，有兴趣乡亲会使去观赏两国交流的结果。 来自美国西北茶红中心的馆长带来精彩表演，这摆和台湾布袋戏传习中心跨国合作，规划世界地奖上美国西北茶红中心的展总馆，表示呢我们大家一起重视布袋戏的文化，没有国界的这个分别的哈。美国西北茶红中心在1988年成立，是保存世界红仔文化的非营利组织，用演出展览的方式推广，收藏世界各地珍贵 红仔和相关物件，各大传承到第3代。很多不同的木偶艺术，别的年代的跟那个别的样子，有的是可爱的，有的是奇奇怪怪的，都有的。这摆展览卖伫咧后摆写出一本册出来，将做课程教材，卖请大师来教册，用系统性的教学传承世界各国的茶红仔文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